李斯，此卦到底是何寓意？你不妨直說。係，大王。李斯，你可否講得簡單直接些？到底係啲乜嘢卦令沙灘唔及女嘅李斯都俾人問到面懵懵口窒窒呢？大家好，我係憲銘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尋秦記嘅八卦。嬴政登基冇耐，突然有一嚿隕石跌咗落嚟，一路虎視眈眈嘅呂不韋自然借題發揮，話一定係嬴政嘅表現實在太差，上天嬲到要高空擲物，表示抗議。為咗加強殺傷力，佢仲特別話自己起咗個卦。一聽卦名，李太史眉頭一皺，明知呂丞相係嚟搞事，但係都要硬住頭皮答咗先。天地否卦，乃象徵天尊地卑，外陽內陰。正所謂天地不交，萬物不通，無以為邦。所謂天地不交，其實係形容緊否卦嘅卦象。否卦上面係乾，象徵天；下面係坤，象徵地。天嘅氣向上升，地嘅氣向下沉，兩者完全冇交接，所以否又有塞、溝通唔到嘅意思。好多時候形容天子接唔到地氣，大失民心。呂丞相，膽咁口出狂言，身為老油條嘅呂丞相，梗係轉身就射個三分波俾易經同埋李太史啦。戰國時期，太史除咗係史官之外，亦都係占卜部門嘅頭嚟㗎，所以佢係完全冇借口話自己唔識易經嚟甩身嘅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佢係點樣拆局。大王，天地否卦之最後一爻，實有否極泰來，化險為夷之意。事情未必如呂相爺講得如此兇險。否卦最後一支爻嘅爻辭係傾否，亦都即係話將否卦180度調轉，變成泰卦。泰卦上面坤為地，下面乾為天，呢個擺法就能夠令到地氣同天氣可以相交得到啦。呢個亦都係成語否極泰來嘅由來，形容死局去到最後出現咗轉機。大王萬歲！大王萬歲！仲有啲咩戲係同易經有關嘅呢？不妨留言開心 share 啊！